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东京奥运的英雄光荣回乡。先来看这个倒球，男女双打摕到铜牌的林昀儒，再去登去伊的母校宜兰国小，甲这个倒球社的学弟学妹来拍乒乓。学弟学妹是排咧排甲长，要互林昀儒来签名。宜兰县政府嘛加码奖励金60万颁予林昀儒。这林家是全部捐出来，要为宜兰来培育更较多倒球的好手。大家做伙来欢迎宜兰国小优良的校友林昀儒，今年同学得到倒球混双的铜牌，今仔日真请也登去母校。和林昀儒拍球，宜兰国小的囡仔完全无咧惊，真有大将之风。精彩交战嘛，互宜兰县长林姿妙直接甲外套脱来，要和林昀儒拍球。林昀儒即摆登去母校，互学弟学妹拢真欢喜，搁在倒球杯排队要爱伊签名。谢谢哥哥。林昀儒嘛专工早伫日本买4万日币球杯，要送予小球迷。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吗？对。一定要手哈，加油！官府嘛特别加码60万的奖金给林昀儒，林家嘛早就有咧规划这条钱。他的爸爸呢，就希望把这些钱呢捐给了这些这个小朋友呢，能够做着将来呢乒乓球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育。希望把钱捐予社会，互较侪小行动未来会当互看到。林昀儒一路以来靠着伊对倒球的介意，即摆登去母校，希望继续传承这份热情和拍倒球的精神。